大家平安，大家好。什么？来读这个台湾版优六，台湾优六嘛算是不哩重要，而且是真厉害的小说。一个刘翔是刘翔是两姊妹合作甲伊做这种呈现安尼，所以我那嘛算。咱会使来认捌的一个故事安尼。虽讲1930年代，台湾还阁受到日本的殖民，迄个时阵算台湾上车也会款吧，因为1930年代，台湾经过日本20-30年的殖民，把台湾建设到一个程度，所以故事内底会使有真侪不哩好势的所在，食清大，拢是袂歹。只是即马想诶，牙齿敏感是不会自己消失。因的头尾有带超过1年，不过拢无拄到风台，当然是销售啦，所以即种无法度呈现什么货，伊就暂时无去讲着安尼。不过我感觉对咱台湾人来讲，嘛是一个会使知捌的啦。甚至有人讲，未来10年hoàn世，即本台湾版有6个小说，可能会阁继续影响台湾，或者是互台湾一个较互世界认捌的一个机会啦。所以可能我感觉咱应该拢会使来读一下这个小说，然后若准讲外围的人有甲咱提起的时阵，咱有几句话会通摕出来分享交流安尼。好，我第应该是我看有两个什么物件会使来处理。因为我著第迄个做啥 ？YouTube 甲 Clubhouse， 一个是有纯粹声音，一个是有画面通我分享，所以有画面通我分享的，我著会去连接找台语遐，因为有当阵拄到一寡字词，毋知要安怎甲中文读到台语的时阵，总是找看有啥物通好参考无，所以迄个叫做找台语顶悬的字词，就会使来拢参考安尼。好，我看下可能佢要分享什么连接，因为伫咧 Clubhouse 即搭遮有迄个啥，可比讲我提供一个连接是最近这两位作者甲译者吼，都有受到总统的邀请，然后去叫总统请受总统的邀请，互总统请就啥？请食因台中的名产满意汤。当然，杨相士伊讲伊读中文系，尾都伫咧读中文的时阵，读中文所的时阵，煞拢完全毋知影。这个部分，我那嘛是甲咱大部分的台湾人的经历同款，就是中华民国透过中国国民党，或者是中国国民党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之下，无要台湾人知影遐尼侪代。当然，因一个角度是讲，当你知捌较侪中华民国了后，安尼你的心就拢伫中华民国遐。就算讲你尾知影一寡台湾的代志的时阵，大概也袂一声就去互台湾这边安尼扭来，还是影响去。但不过实际上，对咱台湾人来讲，台湾这所有一切，是毋是咱应该爱先知捌？甚至咱是毋是爱有这种认知？甲中国倒过是外国？
因为中文中语，咱是被逼爱去学习的所在，爱去学习一个语言。啊，即个物件等于是互咱台湾人成做一个无根的人，无根的人。所以，尤其当我读愈侪遮个台语文的文本了后，我就觉着，咱确实应该要有一寡含过去咱受教育内容一寡无一定共款的认捌。所以我伫 class 甲遮会切入大骨着调迄种迄个啥分享的信息。我看嘛，即条要我答。昭和10年，1935年，伊到底有啥物好料的是啥物货？想当下摆我答，真好。伊叉虾啊，其实好啥？脆皮鸡鸭，伊迄敢若拢是迄种用中文中语的谐音字词去编的啊。最后我想要答一个，迄个叫做啥？学台语的一寡方法是不是？哇，真正根本无答，可能无答，我找即马要学台语的资源真正是越来越多啊，只是你敢知通去敲找着，而且有适当的方向，甚至有人引带。你若杀无一个掌，掠无一个主心定，安尼就台湾咧默默想啊，毋知要想去对。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学英语要去英语国家留学，学日语要去日本留学，安尼学台语是要创啥？这可能有人有无共款的迄个想法看法啦。看卖个啥物物件，我应该是来甲答一下，然后可能是安尼。好，来，先来啉一下，啉下水，啉咖啡。台湾版有了，自应该是我感觉是2025年7月，敢若是迄款吧，开始甲读到台语啊，因为我就讲我已经无啥想要读中文的作品啦，啊，拄仔迄阵有朋友一阵读册会，就讲要来读这本册，尾后才无答我。真正7月拄啊1年，2025年7月12开始读这个小说，安尼拄啊足1年，啊到啦，到有要改今仔日读完，故事是要煞啦，要毋过后壁阁有一寡嘛真做故事的一部分呢，上尾一个好评，叫做啥物货？个人的约定，好朋友面线。母亲的回忆，然后这个第12出是蜜豆冰，应该是以中国来讲是啥物树哥冰啦，啊尾就是引进台湾了后，就真侪迄种料会使掺来食嘛，即马足侪嘛，青草啦，啊是啥物二牛啦。啊，花豆啦、红豆、绿豆、土豆啦，遮个料拢挺好掺嘛，所以有人讲即个台湾版优乐，毋通伫咧暗时食，毋通伫咧暗时读，互你诶愈读愈枵，愈读愈种诶无答案，所以你可能当作读册嘛，即个啥？
爱看什么时间啊？好，所以这个第12出蜜豆冰继续来甲读落去安尼。正就是敢若讲到因咧穿果子也是安怎啦吼啊，两个人终其尾敢若算讲有相长头啊。果子还未穿完，和我小对象阿千完全无暗藏伊心肝底迄种复杂的表情。阿千就无阁抵消几啊壳啊。我总算讲有小可放任，硬正的金架头。我袂阁对阿千提出要求啦。朋友也好，同乡也好，拢也袂啊。我要来遮会实的，是希望阿千会当知影，我已经有想通啊，为怎样阿千会做出遮尔果断的决定？毋是要来遮祈求阿千的原谅。青山小姐，阿千轻声袂顺啊，吐气讲出我的名。咱头一摆共倒食饭的时阵，青山小姐捌对我讲过，要做伙食遍台湾岛，讲咱是属命的相当。属命，宿命当然，这个宿命我毋知，看有啥样子，看有啥物台语的讲法，祝好好，我想应该是安尼吧。真是祝好好，出世命，宿命，宿命。拢够想的。伊敢若一个宿命论。敢若一个宿命论。就是讲祝好好就对了。讲咱是一定祝好要相拄相遇，应该是相遇。三拄相遇，三拄相拄，三拄相遇，相长头，一长久久，两长相拄。五言。相拄相碰相长，拄着碰着遇着撞着。讲咱是注定会相两头的。老实讲，我事当时并无安尼想，但是尾下我，特别现主时的是我，特别是现主时的我，不得不感慨，是啦，青山小姐和我是属于命中注定会相两头的。讲出来安尼的话了后，阿千就有伫喙尾一个真甜蜜的苦笑，扬起了一贯甜美的苦笑。素雄，安尼的话一讲煞，阿千的面虽有过去迄种素雄看到的无奈的笑，青山小姐，
多谢，也是咧，这是为安怎的？温柔又阁善良的青山小姐，对我遐尼照顾的青山小姐，确实也是目中无人，家己想家己对，傲慢阁愚妄的毋正囡仔，毋正叫笑。伊个讲迄个是用混账家话。青山小姐有讲一个，真正是有够大的打击，一记痛。我就献出苦笑，因为当这种苦笑、苦笑，只有激笑可能就激的嘛吼。苦笑应该是激出一种笑面来。看卖苦笑，还有啥物笑？假牵笑、牵笑、短庆笑、短庆笑。短笑面，我着短出一个笑面。阿千迄两蕊目睭着搁较温柔啦。也毋过呢，阿千继续讲，准讲是安尼的青山小姐，也总是完全无保留拍开心门，直长直度将我当作是真亲密的朋友。我也非常感谢青山小姐。拄好是因为安尼，我也真抱歉，因为曾经有几落届我对你讲坦白，我无想要对你讲白菜，但是早着伫咧上根本的所在，我甲你隐瞒，我也真歹势。其实我从来毋捌对你拍开心门，从来就毋捌真心将青山小姐当作朋友。青山小姐敢无生气？无生气啊！不如讲我是早就已经知影。阿千发出真戆硬的声音，你讲你早就知影？是啦，毋是讲过啊无？我敢毋是有讲过？我一直伫咧看阿千，所以我自认为袂看毋着去，袂看丁达，袂看走眼。敢是因为我的发言互人料想袂到？阿千长长迄个目镜门顶个直直撇，规半部拢无讲话，规半部无讲甲半句话，终其尾也轮到阿千戆戆讲无话啊吼！我着吐出长长的气。头起先只是感觉，亲像阿千这种又搁内敛又谨慎，内敛应该是讲谨慎家己吼，毋是后壁一个谨慎啊，内敛，什么沉沦？有一个戏里词诶，真正是到亲都亲我毋知影。亲像阿千这种自我要求，敢能够怎样？隐性的负面人，猪牛吼，爱用猪牛好，迄个啥？阮就行第一翻译龙角节的时阵，内底有用到猪牛这个字。时到才来看卖啊，伊的台湾版优录会伫什么所在出现猪牛这个字？拍开心胸这种代志是无可能勉强。伫咧推理了后，我也有所理解。阿千的理论技含十八斗啊，应该是共款一种，应该是共款是一种技术啦。我捌学过。阿千的师傅想要将阿千栽培做什么款的人呢？敢会是希望阿千会当掌握未来的丈夫呢？无，并毋是安尼。我认为，恁师傅的目的是要阿千会当学着自保之道。无论丈夫感受尊敬、疼惜阿千，无论丈夫的生死，无论是结婚伫倒位，阿千拢会当伫咧即个世间徛起。这是看过人生
社会各界层的师傅，为了避免阿千行到因后因阿母后庭的用心良苦，所以意思罔听，一个台湾漫游了被我读完啦，较无400页，读到340几页，上尾一出菜啊，蜜豆冰、四果冰啦，虽然我毋知你有捌食过，虽然是四果冰买啊，名就愈好听，啊内容其实迄个啥，大部分共款的，就是冰嘛，啊无共款就是配料尔吧。啊当然迄种原始的料，什物花豆、红豆、绿豆，迄种基本的嘛。啊当然买啊，可能较新的吼，什物蓝巧克力豆啦，啥有诶无迄，所以即个销售的设计就是每一篇章拢是食物的名称安尼。最后因就是要开始破病也是安怎啦吼？为了避免阿千行着和因老母共款的路，即种用心良苦。若准讲伫即种教育之下成长，阿千想起来是无可能会甲真心交付真心。这有当时就是足中文的讲法，台语的讲法我毋知呢。伊可比讲时到温玉桥咧处理这个时阵，到底是要甲伊接近书面语还是口语？因为即摆即段是迄个青山陈特助的台词啦。我就讲对中文来讲，咱台湾人的中文拢嘛是伫课本学到的嘛，日常生活当中咧真罕咧会学到较接近口语的中语啊。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小圈想必不可能轻易交付真心的吧？啊，种台语，直接来听，如果伫咧即种教育之下成长，阿千想来是无可能会遮尔简单就家己的真心交出来吧？可能足奇怪，这叫做啥？台语音的中文吼，所以每一个字词拢无算太困难，要毋过伊就是中文的语法啦，所以我毋知咧，这边来反正台语，个感觉有另外一个展出，毋知影，一个温玉桥时到才去送脑袋啦。哦，你真正是吼，实在是太使人惊吓啦！阿千久久啊，才讲出来安尼的一句话，我也用同款的语调，慢慢啊轻声讲，我心肝底迄个谜团，还阁需要阿千来提供真正的答案。毋过，伫咧迄进前，阿千对我提出的质疑。青山陈特助想要听受的人，是一位乖巧听话的本岛通译王千鹤，敢是安尼？若准讲真正是安尼，青山陈特助和王千鹤，敢真正就会当讲是朋友呢？我现主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阿千，就敢若你也知影青山陈特助的另外一面，伊有原是一个家己想家己对的傲慢，毋正叫啥？傲慢家伙，家伙当然是一个轻视，也是屁上的话语嘛。但毋过伊即摆是咧讲伊家己，当然，台语嘛一箍对无？迄箍一箍即种较歧视的讲法嘛。伊有原是一个家己想家己对的，伊有原是一箍。家己想家己对的傲慢叫嚣，我也知影。王千鹤的另外一面，拄好是一个深沉、爱摇、讲白贼也袂改变表情的天才演员，深层别扭，当然别扭，因为当啊一寡迄种中文的形容词，对台语来讲，无一定会安尼讲，也毋过。在即个情境之下，就讲伊要讲因，这等于啥？就我怀疑讲啊，叠对叠哦，互相咧摇还是安怎的？哦啊，深层别扭，说谎面不改色。当然讲白贼袂喘大气哦，是安怎？
迄个状况是讲白贼袂紧张啦，啊，就是面不改色，表情拢袂变。因为有当阵啊，大部分人你若无够，练无够侪解吼，练无够侪解，迄个心情的起伏就会足大个呢。就讲到一个什么货，所以人迄个啥，平时咧办案，讲要去看卖讲到底有咧讲白贼啊无？迄个什么测谎机哦，迄真正人是已经讲超过100届啊，迄可能一笑去，迄个心情就规个起伏足大个啊，真大个反应啊。所以我也知王千涛的另外一面，拄好是一个深沉。我这别扭，这个别扭是无自然、无大端，还是无啥？看卖别扭。因为我是直接伫咧迄个找台语找这个词啦，因为找台语内底有迄种迄啥，对应中文嘛，所以。会使对应中文就直接找看嘛，到底迄是啥物货啊？别扭，敢若讲毋是爱叫，爱叫，大家线顶历史顶有讲一个爱叫，爱叫，热潮，高洁、高怪、高强、高赛。鸡栏关，鸡栏关伫遐出现啊！结骨、下空、起无空、起高边、挑起、屈情、见怪、怪癖、长，可能长可能反射会使哦，晒太，晒太，爱台有人讲是晒太。拽啊！直接拽哦，歪拽，搞筋。张罗教授有一个解释。别扭，闹别扭，耍别扭。原本意思是手势唔对，所以手势怪怪，然后延伸去心理上的爱叫，然后我延伸出去就是迄种计较、计乖，就是迄人的个性是。怪癖，所以可能翻身啊，要平淡就直接用爱叫，平淡就直接用爱叫安尼，可能嘛是一种方式。对啦，闹别扭，毋过则是咧讲，伊是有这三种性格，也是这三种能力。伊上尾就是讲白贼拢袂顿地吼。中文是讲啊，说谎不打草稿，所以说谎不打草稿，可能咱就讲白贼拢袂顿地，因为会顿地，就是因为迄无合理嘛。啊，你要讲出来红，你知影迄是假，所以你会淡仔编啊，是淡仔做啊啥，啊一编一做就到地就顿地啊，就滴嘟嘟安尼。啊，毋过伊即个是。面不改色，可能这叫迄可能别扭，可能我感觉直觉，我是感觉爱叫这个词我那嘛会使啦。然后面不改色，敢若台语水讲会像这个词，因为我若去台语水讲，也讲这个影片去侵犯到人的版权，就怎样把迄个影片砸落来安尼。拄好是一个
深林爱叫讲袂煞，佫袂变色，不敢说袂变色。好来，内面一个天才演员，我甲当做好朋友阿千，拄好是迄个天才演员。无话讲，然后道观不提，因为道观是两种嘛，一个是鸟啊，一个是花嘛。鸟啊甲花即个物件，中文直接安尼讲，台语会安怎讲？金毛道观过空啊，过空迄是啥物？Eastern cuckoo， 这是。所以是鸟啊 ，Eastern cuckoo， 国歌，这是啥物？国歌 ，K 歌啊，歌 K 歌，北国 ，CQ， 小国歌，这所以呢，这是。Embry 书店有收的，道观有遮尔侪种。满山红是乌来的，这是十不吧？满山红这应该是十不吧？乌来，伊讲乌来道观，还是松氏道观 ？Morris Azadi，这应该算是十不类的。这三种满山红。所以应该是属于十不对的，这应该是鸟啊类的小报复。所以即马小说家是咧讲鸟啊的，我就讲道观伫中文的语境内底嘛是有两种嘛，所以就变成爱看顶个文到底是咧讲啥呢？报春花、豆仔鸟，豆仔鸟、透会鸟。乞歌、贵公鸟、公孙，这应该是拢是属于鸟仔类啦吼。乞鸟、乞歌，然后公孙鸟，所以反正科学上、物理上、动物上。强在是足侪种品种嘛，对无？逐种拢无得相通嘛，花嘛相款嘛，食物嘛相款嘛。所以诗人伫咧创作时阵，伊就是简单讲杜鹃，伊敢若是咧讲迄个像滴川加空吧，就讲鸟歪叫要安怎嘛，创啥。所以因日本敢若就是有安怎讲，三个人对同一个状况会无共做法嘛。我会记得什么名？我说袂记起。德川，还有啥？武田孝，还有啥？我记得一个是等伊叫，一个是声伊叫，一个是敢若直接甲台词啊，是安怎我袂记起来。所以道观这种鸟啊，即摆要讲是鸟类啦，若无爱叫要安怎？所以张龙教授是讲，朱龟鸟、透会鸟、贵公鸟、豆仔鸟，所以若毋是鸟字读字，就着这四种讲法啦。所以这是针对动物的部分，因为动物遮侪种，食物花嘛是遮侪种的。当然，花是上简单是讲满山红啦。若鸟啊的豆仔鸟，安尼迄个送，曾家英老师因迄阵创一个迄个绘本，敢就是讲到豆仔鸟。豆仔鸟若无要叫要安怎？敢是德川家康的作风呢？若是安尼，就等待道观要叫，伊自然就会叫啊。织田信长，就讲这三个嘛，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个人性格是完全无相款。当然，这
听起来看起来就是编造的故事啦。就讲这三个算讲日本战国时代迄个大名，伊大名应该是因迄个算啥一个职务的名称啊，啥物货？就讲若袂，这三个人针对这种斗仔鸟无要叫，到底要安怎？一个是管伊叫，一个是等伊叫，一个是无爱叫就甲杀掉啊，换掠迄个会叫的鸟仔来安尼啊，所以拢无共款。所以德川是就等啊，反正时到会叫就叫。伊即个中文不愧是什么？我一直感觉台语敢若足歹直接翻过。莫怪是阿千，拄好是阿千，拄好是安尼。不愧是小千，正是如此。真正是阿千，拄好是安尼。果然是特地梳理啊，拜给你。伊这是一个算中文的口语词嘛。台语嘛是讲真正有咧拍败嘛，所以真正有咧拍败，你看袂使人讲。我看中文伊安尼想无。有人教授真正有想这个事，拜给你。当然，台语有一个做啥物词你忝忝啦，是无你发啊，无你的材料啥。不过这个梳理，有人教授直接写梳理，后壁写一个书啊，怪怪。所以真正彻底梳理，哎呀，一直无调换，束手无策。不能束手无策。伫布袋内底是有一个布袋歌戏内底是一个束手就绑，这是束手无策，真正是完全无你法，无伊法，还是无才调做3年，演辈是直接读啦，束手就绑。Marino 这嘛当时的语句，竟然讲名医束手无策，真正无材料就对啊，束手就一点仔办法拢无。找台语内底有一个真宝词典，一点仔办法都无，束手就绑。所以，哎呀，完全无你法的。一直以来拢是我安尼，阿千就闭嘴，你甲我看，我嘛看阿千，若安尼就如你所愿，互我来为你解答长久以来的谜团啦。好，我就耳仔扭长长听你讲，当然洗耳恭听，洗耳恭听这，当然这是一个叫做啥敬语吼。尊敬语嘛，我甲耳仔洗好清气，我要真足听你讲安尼。毋过台语，当然我就讲迄个啥，敢若布袋戏歌戏才有即种或者啥较文言的讲法啦。洗耳恭听，张龙教授想，我记得是目睭抿长长，还是安怎吧？我就要真足听啊！你敢若要真足讲，你敢若要真正正式讲，我就真正爱顺你的意来真足听啊！耳孔压来听，压来，耳孔压来啊听，为耳孔静静听，
啊，威鱼汤哦，用伊嘛无讲威是啥物威，反正就是威，就像第一条威，威鱼汤静静听，咧听，鱼汤野来咧听，鱼汤野来咧听。好，啊，你就如你所愿，我来为你解答长久以来的谜团。当然，谜团，看谜团，台语会使有啥物讲法？谜团，谜团，谜团，敢若台语水讲秀。青山小姐拄则会推理，先继续讲。是啦，差不多拢正确。阮阿母伫咧我公学校入学的迄个时阵，就破病过身去。尾啊，阮阿母的3个姊妹仔花找着我，就诚做我的教养者，我就甲因叫做阿姨。好僻也确实是影是家己厅，教单游园伫咧新妇厅开业，是由即个大阿姨咧经营。李阿姨和因翁伫咧迎厅，反正我迄种，伫咧做好养会的买卖，伊迄时就是伊讲啥？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所以物件常在是要做日本的较济，啊若含西洋要做洋嘛，所以伫日本就是好洋即两种形体形式，啥物大的啦、食的啦、穿的啦，甚至差不多所有一切拢有即两种系统，下底是日本式的即个好式的，还是西洋的洋式的，所以好洋。好运会买，真正是啥进出口，我伫遮好运会买卖。三姨当年之间拢伫咧初音厅的油挂，是艺单间啊的迄个保姆。当然，台语是敢若号做苍头啦，啊，这是我毋知时教会伫遮安尼甲讲。然后即个油阔。油库当然是日本时代一种管理的名称吧，所以而且台湾有录，伊拢杨湘子直接甲伊迄个汉字照入来，因就讲，伊这是挑工要甲伊留迄个啥翻译腔啦，有人讲奇怪，这迄个笔录哪会敢若？有够客的啊！这个人到底要写袂晓写？迄个人讲无人去调工的哩，伊咧写迄个啥，花开时节，伊花开时节嘛咧致敬杨千和的花开时节这个小说，这是杨千和的花开时节是日文版的，啊，杨湘子就甲伊写中文版的致敬，啊，搁写一个啥物？花空笑愈体，什么嘿，所以其实伊的笔录是算袂歹啊，只是伫咧台湾嘛有了着挑工甲伊留迄种或者啥翻译腔安尼，啊，所以即侪汉字直接用入来。所以论即要讲，以现代20世纪来讲是三阿姨一直以来拢伫咧初音顶的一种行业，是艺单间仔的参头。当然，我毋知，我所听到的是过去是讲一个长头，毋过我毋知伊阮就表时甲翻译的时阵要用什么字词安尼。标头、老苍头，这是 Embry 甲 Marino 拢有收的标头、老苍头。然后台华线顶字词顶啥？马某、老长头、标头。
标头，张龙教授收的这个书。这种属于行业，也是迄种的本正就有可能有足侪种讲法的啦。因家己当然袂叫因家己做标头，因家己哪有可能叫因家己是标头？我咧做标头，较有可能咧讲，无可能的。只是因家己咧讲的迄个名词，别人敢有要接受？别人敢知？其他行业敢知？啊知了，敢有要对咧叫？麻头，就是迄个啥麻嘛，老苍头、老苍标头，所以大概就是这个事嘛。因为今日就虽然听迄讲电视剧是出现，我无不管，我就是个段今仔的标头。学生时代、下课时间，我拢伫咧。我想要看下即个一直拢无共了，种迄个字到底要安怎读？就是叫做啥？琥珀，我看卖琥珀，会安怎讲？照字头啦，好评，就是好评。1922年的台湾语典有受这个好评，因为就是甲迄个啥咖啡店的名号做这个名嘛，好评。台语音外来语书典嘛有好评这个词，好评，我就是咧好评的内容读册。好评咖啡店，毋但是内地人、本岛人、支那人、西洋人，同款伫咧往来，然后而且玉桥就是女级，所以就是因迄是女服务生嘛，所以女服务生日文是直接写正经话写女中，敢若是伫咧温泉区服务的，咖啡店的敢若是做迄个女级，就是迄个啥级，就是给予的迄个给，所以才改写女级姊妹啊，也有原住民种族，你讲看伫迄内底服务的，就是足侪种人的就对啊，内地本岛连支那和西洋人也共款伫即内底往来期间，嘛有原住民族，所以原住民族等于是啥？自荷兰人来了后，就敢若一直互打压还是啥嘛，所以真正真凄惨就是，中国国民党来了，佮继续骗原住民嘛，所以有才有迄个除籍即个问题嘛。即马当然理论上应该无除籍即种状况，抑毋过原住民原来继续受压制嘛，所以你看这百几年前，哇，1938年的时嘛，才原住民的女性来到山骹服务，嘛是无搭话做这石头条是安怎？3位阿姨正做酱，伊改好做师酱，毋过我就讲这个师酱，匠心独具的匠，所以可能是若要讲这个词是匠师师匠无，所以无匠师。因为迄是一个算讲有技术性的嘛，所以即马就甲这3位阿姨当作是敢若有技术性的，咧甲伊训练。就到处世平安之道，处世平安之道，做人做事还是认真世事啥，就讲你所在音乐我无在行，因为因毋愿意我有一天竟然要投入创业，就敢若英文这个创字其实嘛有足侪种讲法嘛，就讲行业名词、个人名词，还是啥
所以伊即马直接苍叶安怎讲？查某囡也是特殊，即马当然吼，就是咱啥八大行业也是一种行业嘛。即马若准讲要以现代话来讲，反正就是伊讲啊，就讲你所在音乐我是无在行，擅长是啥讲？擅长流量还是在业还是在行？而且迄个擅长这两字，敢若嘛有足侪种讲法的，就是中文华语敢拢共音啦，啊毋过有两个写法嘛，善良的善，甲即个，所以专管、专重、熬，所以有可能是，我叫是在行的，在是真够创啥，要毋过伊其他遮，伊讲不擅长音律，所以不擅长。才是应该，所以就是讲，就敢你所在音乐我也无够，因为因无愿意，我有一天竟然要投入冲职业、产事业。就安尼经过几多年，细伊的祖囝小千鹤，就成长做现主是你所看到的。公学校的教师王千鹤，千就微微笑，这是命中注定的小长头。青山小姐讲了无毋对，但是这原来是互感觉悲伤的命运。亲像安尼，拖白家己的身世，这是头一届。未来我也袂有任何，对任何人来坦白啊，就准讲是安尼。青山小姐和我犹原无可能真做真正的朋友。内地人和本岛人终其尾是无可能存在平等的友谊啊！对，内地人和本岛人所以咧讲就是实名者和被实名者终其尾是无可能存在平等的友谊啊！你的结论未免伤过，互人伤心啊吧？也毋过这是事实啊！即马换我忍袂了抿嘴啊！免治嘴巴，迄个啥抿嘴嘛吼，就是起面迄个抿字嘛。抿字伫因个中文，咱应该是拢讲抿嘴啦。我理解是我们抿嘴嘛，就是可能要哭，还是委困，还是安怎嘛？所以要抿嘴啊你。抿嘴，我教授一个咧。抿嘴，抿嘴，嘴咪咪咧笑，是抿嘴笑。伊的抿嘴是咧笑。张龙教授这个抿嘴是咧笑，当然对啦，是要笑哪毋笑，还是要笑啊？想要笑，毋过袂使笑的，嘛是只有抿嘴啊，嘛是抿嘴啊。只是迄个抿嘴，我会感觉应该是两种情绪，大部分是委屈，还是要哭安尼，就迄。哎呀，几岁3、4岁囡仔有当咧抿嘴安尼，佫看到伊目屎干目见安尼，敢若足委屈的安尼，佫毋敢哭出声。所以即马就是，我抿嘴，
因为面头前的阿千目睭内底有一个闪光，应该是要哭出来吧？应该是眼睛里闪动泪光，所以应该是就是目屎干目球嘛。因为面头前阿千目屎干目球，做出这个结论的阿千，心肝底有这种悲伤到底有多久啊？心怀这份悲伤多久了？对啊，因为这是一个悲伤的命运嘛，实名者甲被实名者嘛。台湾人一直到当嘛是属于较弱势、低势，还是一种看法。阿千，我讲，就继续讲落去。台南女学校的大德和晋赏，阿千拍开神运事件，伊就是因遐囡仔讲啥物，半暝啊走出来算啥有诶无的吼。阿千解读神运事件了后，煞针对内地人的大德和本岛人的晋赏，竟然会交往相片这条代志真公领，然后继续感叹少女之间的感情是世间上歹透的谜团。阿千敢会记得这件代志？伊咧讲，因台南女学校迄阵，这两个人就是内地人的日本人大德和本岛人的晋赏谈嘛，啊就互相安怎，啊迄个因迄个互动的行为嘛，差不多看会出来是本岛人甲内地人的争吵嘛，啊就问伊讲，你感觉会记这条代志？是，吼。以下毋是推理，是我的想象。迄张相片内底，晋赏穿马裤和靴，伊迄是马裤与靴子。我毋知迄个马裤，当然应该是，迄个应该是讲，袂输那骑马迄种砖塔嘛。啊，就是迄种砖塔，就讲，安怎讲？就敢若无一定要去运动，才穿运动衫、运动裤啊。有当时就是安尼穿甲舒适啊，吼啊，嘛是共款啊，啥 ？Riding breeches 马裤，吼马裤嘛无一定是骑马才会穿啊，就是感觉安尼穿真舒适啊，真好看啊，吼，可能就是看人穿嘛，所以啊，迄个遐讲迄个遐，当然看迄个遐是半桶的，是直桶的。偌长偌大嘛，吼，所以就是马裤和靴呢。啊，至于这个，看卖啊，中文讲是讲什么？那无去，啊，朱回辉，45页。对，叫做马裤和靴。细粒子的晋赏，挑工穿气势真强的骑士西装来翕相，骑士西装，骑士当然骑士这个 knight 对，那如果以我所知的意义，但毋过台语敢会直接。当然，直接读毋是袂使啦。技术啊，就是直接读技术嘛。Horseman 啊，当然即嘛，伊即两个字音来讲，就变成 horsewoman 还是 horse girl。无怎样直接读技术，对啊，刚刚直接读技术。当然，若要直接口语讲白话，就是骑马嘛，骑马砖塔对是。骑马术，女士骑马女士，啊无就是外来语 Nike，KNIGHT 嘛，Nike，骑马，骑马，
骑车骑车，所以那个啥，放者较灵的，还是讲较开阔的，骑马两种，骑铁马还是骑真正的马啊？好，所以跳空穿这种气势真强的技术西装来翕相，而且将安尼的相片送互大敌。凡者想要对大敌传达伊的心意，讲我是有够强有够勇，请互我有相对应的信任。若准讲毋是朋友，何必着安尼加？多此一举，多此一举。我咧想应该是加吧，多此一举。多此一举。伫下啊，伫下拿割菜，伫哦啊，伫西拿割菜，伫西拿你甲割菜就对了。What a waste！ 要压加工，哦，加工加母，加了工，加无闲，猪屎哪割菜？要要打猪屎，你讲割菜要创啥？这个趣味，那压个一般的安尼啦，多此一举，加工。安尼无事加事，这就是加意思安尼啦。若准讲是朋友，何必着安尼加？所以这个意思是，准讲有小可动突，晋上和大敌，有缘是互相怀抱友情啦，晋级大敌。有缘是彼此怀抱友谊，这真正是中文的语法。当然上中文写无毋对，千就无话讲。大敌对晋上的错误对待，绝对是真实的。但是晋上对大敌所怀抱的情感、肯定、决定也是真实的。迄个肯定也是真实的吧，也咧有，所以迄个肯定，中文的肯定，伫台语可能是会使用，一个是用决定啦，因为台语的决定，毋是敢若 decided 的，毋是敢若 decide， 是原来嘛有迄个 absolute 迄个概念，对吧？你若用早出道。你的名声决定无事56天，对啊，你的名声决定无事56天，是咧讲绝对袂事56天啊！你遮尔降载的，所以迄个决定，台语的决定有迄个绝对的意思啊。所以这嘛是因为这70几年来，台语愈讲愈少了，一寡意思拢就敢若剩伫咧迄个文献内底出现的尔。口语上已经愈来愈少。青山千鹤子对王千鹤的错误对待是真实的，也毋过我无甲话讲完，甲好气放零。阿千同阮共款点字，细字仔伫咧好气，我阿千的手伸出去，阿千就含我双手相握，尾阿千。就甲面垂落去，有水珠落落来，有水珠掉落下来，碎在瓜子的壳面，目屎就流对啊，所以有几滴啊水珠落落来，湿伫果子壳。果子壳，因为咧称果子啊，伊就讲啊，果子无称完啊，伊两个人坐到小对象安尼，所以无称完。你讲了无毋对，
就准讲做袂到完全无保留，甲心门拍开。我心肝底所怀抱的这份感情，也是真实的。我着甲阿青的手提咧搁较暗，阿青嘛是，阮的双手着安尼牵暗暗，牵暗暗，哪读完？好啦，试看卖啊。故事已经是主要的故事要尾声，但后壁佫有一寡迄假什物副啥拔啦，还是什物回想啦，啥，所以到第四线、第几线了后，迄个春山出版社才伫咧上头前加三句话讲：春山编者说明，本册按第一页到上尾一页，拢是小说的设计，用虚拟译作的形式呈现迄个时代的真实吼。当然这是第四线以后呈现的。听讲翻译做日本英文的时阵，迄个面貌佫无相款啊。当然故事原来是安尼啦，就是这12出彩然后啥，只是头尾迄个物件就变敢若无啥相款啊。目屎无佫继续流啊，春风甲苦苓仔花吹乱，佫举头的时阵，阿青的目睭着紧毋紧？想起来我也嘛是啦。像安尼，敢毋是就是真正的朋友咧？我就无佫讲安尼的话啊。阿青和我伫咧感冒店的外口坐真久，佫相对上，互相间底有对方的身影，若安尼刷落来咧，时针的秒针一届进一届。我讲巴肚枵啊，阿青就笑笑啊讲，果然是你的作风。安尼就就近来去食淡薄仔物件啦。要食炒米粉，第三市场遐有一间店家炒米粉非常好食哦。较早伫咧月台卖炒米粉便当呢。炒米粉哦。讲起来，我头摆来到本岛拜访的时阵，伫咧新竹车头买月台便当，我头一摆食到本岛的食物，就是炒米粉。也毋过，等下，阿青敢食到啊？是还袂啦？若安尼去食阿青介意的啦。毋若是可乐饼咖喱饭、红菜头含煎豆腐，阿青敢还有介意什么料理？青山小姐的记忆真好呢。若安尼，我讲至少会使改喙啦吼。啥物？叫我前后煮一类的，就甲你讲啊。共名叫起来足爱叫的，叫青子嘛会使啊，或者是叫阿山青子，袂使啦，我做袂到啦。咦，毋是叫啊，我有听到哦。好啦，咱来去大食大啉啦。我就一个甲阿青的手腕挽的，我是干咧应该要中文来讲勾住手臂，所以牵挽着。好啦，这个可能伊迄个动作，这可能伊是到戏剧的时阵，就是画面看要安怎呈现。写作剧本的时阵，就是看伊要安怎来表示嘛。当然，因搬戏的时阵，真不幸的时可能嘛是要用中文来写迄个剧本吧。当然，刚刚讲要找日本人来演的时阵，常在嘛是用日文来表现这种内容啊。我就一声甲阿青的手铐交咧，阿青就用金架头甲我吐，我也用手铐钱阿青。苦苓仔花袂输哪落雨伫咧落，阮就大步向前。记在苦苓仔花落伫咧阮的头毛含金架头。苦苓仔花是毕业花，本岛是苦苓仔花，内底是萨克拉。秒针一届行一届，时针一天行24个。今仔日过了后，明仔载就4月初1啦。启程要转九州的日子，预计是伫咧4月第2个礼拜5，我也完全无提起。
阿千也惊无代志，绝口不提，绝口不提。完全无提起，是啥？我完全无提起，阿千也惊无代志。蚵仔煎和米苔目，还有三多意思和番麦汤。这应该现代做玉米浓汤了，啊，毋过迄个时阵，什么奶油玉米汤、番麦泥油汤。阿千讲伊介意的，我讲我介意的。南牛肉饭、酱料的两包饭，沙西米的你记哩寿司、煎猪排饭和杏仁豆腐，以及土豆汤粉。毛豆，毛豆的台语，毛豆伫台湾敢若嘛种袂少。毛豆、鸡仔年、两酥和乌鱼子、苦草、白叶菜、苦草白叶菜、毛豆，当然毛豆是一个讲法无问题啊。毛豆。直接用毛豆，真软真软，是一粒一粒，迄就是当做四小仔食迄种。阿千就含我相上咧笑，还佫润饼糕，直山一路弯弯翘翘咧行。阿千按顶桥仔头到川端厅。我按川端厅到顶桥仔头，路是真近，也毋过佫真远。行顶行落，上行甲下行，总算行到病房的终点，迄是日川厅。这条路弯弯翘翘歹行，需要漫游台湾300天。铁骑仔路是往回千万里。我和阿千两个人徛伫咧日川厅的大正桥顶，无偌远的所在，台中桥头有水犁咧等。火车大声大声离开站，迄是要去倒位的火车呢？火车渐渐远去，水犁声依然搁伫咧响。日川的水路，日川的水面有吹来气味真清的春风。阮无要行进前，也无要倒退行。大正桥边的路边摊小摊车哦，翻仔车还是小食档，可能小食档，伊迄是可能三轮车站款吧。春天还未结束，就开始卖蜜豆冰，叫卖声是哪唱歌遐尼感动。列车要去到倒位，我毋知影。转去九州的未来，我也完全无理解。我所知的，就敢若春干前一件小代志。迄个王力哦，敢若诚久无看到伊来，罔听，伊即个故事我要讲煞。台湾版优录已经读到352页。昭和14年3月最后一天，金架头烧瓶看日川柳树烧结的水路的远道，我和阿千做伙食一碗蜜豆冰，
香仔蜜豆冰的滋味真甜真好食。哦，故事到这结束，后壁就搁有啥物？啥物？青山杨子是青山千鹤子的养女，咧写因老母的回忆。啊，王千鹤写一个面线，搁一个吴正理是王千鹤的祖囝，故人的约定。啊，当然这最后，搁啥物新版一只的跋好评是杨湘子写的，所以。这就讲，这个小说自头到尾拢是一个虚拟虚假的故事。啊，当然，因为我这本是第9刷的第几刷？我这本是第9刷。啊，就是讲按迄个第4刷开始，迄个青山出版社就在上头前讲一个春山评价说明。这本册按第一页到上尾一页拢是小说的设计，也就是。规本册拢是虚拟虚假就对啊，用虚拟翻译、虚拟译作的形式嘛，就是囝苏东时有一个日本人来到台湾行大了，转去日本写一本台湾版优良的小说，然后才由这个杨湘子这个名，甲迄个日本小说翻译做中文。啊，其实自头到尾拢是杨湘子的作品就对啊，所以这伊叫啥？这是后色小说啊，后色小说，这我也唔知啦，反正当然，论真讲，这个小说有伊精彩的所在是，咱台湾人爱去思考过吧？就敢若故事内底一直咧讲，就是伊讲的实名者甲被实名者，敢有可能真正真做朋友？敢有可能会当真做真正的朋友？这是值得思考的。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可要讲伫咧龙刀山内底，कृ亞信去日本读册，啊，因为厝里佫会得过，伫日本遐原来嘛有袂得过的人，所以伊就请一个会使甲伊斗3工的算，下骹手人，也是论真讲，就是一种组间的形式。啊，कृ亞信甲迄个伫小说内底叫做有氣，是相对下嘛。迄个上是台湾人，迄个下是日本人。因过伫台湾卖油料内底，就是倒饼。啊，这倒饼颠倒是日本时代，日本和台湾较时常出现的形式，就是日本人高高在上。啊，台湾人是真做被实名者，一定是去用压落底，所以无几个啊，亲像कृ亞信，因去读医学，真做医生医师，在社会上地位较悬。嘛无几个啊，亲像杨千鹤，伊讲伊去找头路，引佚头，去到啥？一日新报还是台湾新日报，我袂记着。反正去做记者的时阵。伊讲伊要求你的薪水爱甲日本人同款，较要来做。所以大部分咱拢嘛是，互你啥就啥，买来唔刣安尼啊。啊，大部分嘛是，啊就接受啊，无要安怎。所以透过即种较久以前的作品，咱会使有一寡看到过去迄个时代是毋是有咱学习的所在，强在是一定有的啦，只是。咱敢有要甲学习起来安尼，这我咱嘛是看个人吧，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是无相款的。好啦，小说是到这算，迄个故事的流程是到这就煞啦，啊，毋过后壁个人个有几啊，个10几啊，所以可能还使个读个两届嘛，我嘛无确定。因为当初读无要紧的时阵，就豆豆读。可能佫读物件算当做4篇好啊，当做4篇分两届就去读。伊是中文的，啊，我甲伊读做台语的，这有当阵啊，嘛是拄着一寡无介顺势的状况而已。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台湾漫游录故事本身读煞，后壁佫有
4篇无讲介长的文章，明日有机会再继续读下去安尼。好，安尼，感谢。